目前这个疫情也是让人无尽安心，加上阁有印度变种病毒侵入台湾，所以全国各级的学校，若是伫个9月来开学，互人会担心有困住的风险。所以，若会当伫个开学之前，先互教职员做完着2剂的预防针，安尼家长甲学生都拢会当放心。台中就市议员出面为老师来争取，会当来先做预防针。学生一日教室内面听老师咧教，这款的景象和未少的师生真怀念。过来为5月18开始停课到即马，疫情也未互人安心。那咧9月开学时，敢有安全？面对这么多的同学小朋友，他一定要先打疫苗。他疫苗不打的话，我讲真的，他的安全也有问题。目前疫情也未消退，全国各级学校若是伫9月份开学，那呢家长学生难免会烦恼。为了我们整个的教育，我想老师、学生、整个社会的需求，老师一定要快快打。医生讲，注预防针了2礼拜到4礼拜才有保护力。若是要赶伫9月份进前完成注2剂，那呢7月中就要开始注第1剂，确保学生的学心和父母会使安心啊上班。开学后校园嘛较安全。